正經星期六立法會直選論壇，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主持羅輝、何翠萍。早晨，正經星期六今日舉辦嘅係立法會選舉九龍西嘅直選論壇嘅。咁出席今日論壇嘅9張候選名單代表咧喺直播室裏邊，分別就係1號獨立嘅黃以謙啦，早晨。早晨，大家好。咁啊，2號民主黨嘅黃碧雲，早晨。早晨。3號民協嘅譚國僑，早晨。早晨啊，譚國僑。4號獨立嘅黃日旭，早晨。早晨，大家好。5號民建聯嘅蔣麗芸，早晨。大家好。6號人民力量嘅黃毓民，早晨。早晨。7號香港關注會嘅林以麗，早晨。早晨。8號西九新動力嘅林美芬，早晨。早晨，大家好。9號公民黨嘅毛孟靜，早晨。大家好，早晨。咁新聞前呢已經有3位候選人啦，就接受咗對手嘅質詢啦。咁而家繼續呢係第3部分，餘下6位候選人嘅質詢時間。呢個環節啦，各位呢其實喺會前已經抽咗呢就要面對嘅對手啦。候選人呢有3分半鐘時間，咁為咗讓呢接受質詢嘅候選人有充分嘅時間回應啦，發問嘅候選人開始時嗰個提問呢唔可以超過20秒，之後呢就可以互相提問啦。咁啊，如果發問者發問超時嘅話，我哋會喺第4部分啦，每人分半鐘嘅總結時間裏面呢扣除你嘅發言時間。咁啊，當然啦，各位候選人都聽到 BB 聲先可以開始發問，同埋咧就請遵守守則啦。咁啊，只係限於提問同埋被質詢嘅即係嗰位候選人呢就去答問啦。咁你可以即係俾大家可以多啲嘅，即係講翻自己嘅理念啊咁樣嘅。跟住我哋抽到呢就係4號啊獨立啊黃日旭呢，就係佢抽到6號黃毓民呢，就接受佢嘅質詢嘅。咁聽到信號之後呢，就可以開始啊。毓民，咁香港人咧爭取民主好多年，咁到而家都未有一個實際嘅普選時間表，咁好明顯阿爺比你更加識拉布啦。咁但係點解你可唔可以即係同香港人解釋一下，你嘅拉布其實唔係拖垮議會，令人可以更加知道你嘅拉布嘅策略呢？頭先黃碧雲呢就話佢爭取咗民主好多年，咁喺我哋都在場冇人一個及得佢。小弟1971年呢仲讀緊大學嘅時候，我係第一代保釣嘅人 ，OK。即係呢個唔係計你時間長短嘅爭取民主運動，係咪？即係黃碧雲女士嗰種講法非常之囂張，將全場在場嘅人都得罪晒。佢呢個係最佳嘅民主黨式嘅民主示範，係咪？我哋就唔會咁樣做嘅，我哋係真係即係寸步不讓，我哋係絕不妥協。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睇得好清楚。甚至乎即係話有一啲所謂民主派嘅朋友對於我哋即係話舊年嗰個所謂票債票償運動有啲唔同嘅睇法，其實我哋都公開承認失敗嘅。我哋認為用一個政治議題帶入去地區議會選舉呢，基本上係冇辦法成功嘅。所以今年9月呢一個立法會選舉，我哋會繼續指出，即係話由於民協同埋民主黨同特別係民主黨同共產黨密室談判，通過呢個政改方案呢係穩老襯嘅，係會令到香港嘅民主出現一個即係好吊詭嘅局面，就係話將來2017呢一個行政長官嘅選舉極有可能呢係篩選嘅，仲有佢哋冇爭取一個終極嘅時間表，一個終極嘅目標，呢個我哋冇辦法接受嘅。作為民主派嘅主流政黨都尚且如此，我哋而家只能夠將個希望寄託喺啲年青人，同埋寄託喺廣大市民身上，希望佢哋通過今次9月嘅選舉，去制裁一啲同共產黨密室談判、出賣香港人嘅呢啲所謂偽民主派。另外一方面，對於民建聯、工聯會呢一啲阿爺吹雞即刻跪低嘅呢啲政黨，我希望過去曾經投票俾佢嘅人，今次嘅選舉俾啲顏色佢睇，等佢落選。有啲人話要保住關鍵24席嘅少數，對唔住，喺2010年嘅6月，民主黨同民協已經放棄咗呢個否決權，放棄咗1/3嘅否決權，就係支持政改。今日你嚟同我攞票嘅時候，你竟然夠膽話我要保住呢一個否決權，係嘛？呢個係即係欺騙選民嘅，所以我好多謝阿日旭問呢個問題。至於拉布，老實講，全香港大部分嘅人都認為我哋做得啱嘅，個理由好簡單，所有嘅民生法案條條都過晒。我哋準時喺7月17號嘅深夜，令到所有嘅民生法案過晒，只有一條冇得過，就係5C14局。5C14局冇得過係證明我哋啱嘅。你睇下一個局長
發展局局長都搞到甩頭甩骨，係嘛？而家你陳茂波都唔肯落台，之前嗰個就 ICAC 查緊，呢個咧就係釘王劏房經營者，一個所謂即係雞鳴狗盜出奇門，是所以不是嘅政府，我哋對佢仲有啲咩希望咧？所以我希望香港嘅選民、香港嘅人民靠自己、靠人民力量去打破呢個困局。踢走保皇黨，制裁偽民主派，令到香港嘅立法會出現生機。多謝大家。好，時間啱啱好㗎嚇。咁跟住落嚟咧，輪到係5號嘅民建聯嘅蔣麗芸，咁你係抽到咧1號嘅黃以謙咧，就接受你質詢啦。咁聽到信號之後，可以開始發問。黃醫生，你好。我啱啱咧就聽到咧，就你同民主黨係質詢嗰陣時咧，咁咧就民主黨咧就都黃碧雲女士咧，即都會講你話你精神錯亂。咁我記得咧就應該喺我哋呢個論壇應該以人身攻擊嘅。咁你認為黃碧雲應唔應該同你道歉啊？我饒恕咗佢嘅呢個蔣小姐嚇，但係其實唔係話呢件事係我有意見，而係覺得其實香港近年嚟呢，好多人呢就藉住香港人有啲生活上嘅壓力，佢借題發揮，講好多負面嘅嘢，激發到大家覺得大家扯天圖唔好。其實香港唔係咁嘅，香港其實有好多優勢，我哋好多有賴以成功嘅香港精神係發揮到嘅話，我哋香港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但係呢啲人唔係，呢啲人就講啲負面嘅嘢，專係喺度挑剔，搞無謂嘅對立。其實佢哋咁樣做係為咗攞選票入立法會，爭取佢哋要爭取佢背後政治勢力要爭取嘅嘢，咁我覺得我哋呢樣嘢係唔應該支持。其實黃醫生，即係我亦都想問下咧，就係你係醫生啦，咁你亦都睇到咧，就最近咧就香港好多遊行啦，特別係近期咧就民主黨咧都倡導話，即係要反對呢一個國民教育，咁然後咧就好多學生出咗去遊行，甚至有啲10幾歲就已經成為發起人。你覺得長此落去嘅話咧，對我哋香港嗰個新一代嘅成長健康好唔好咧？其實遊行呢係我哋精神科醫生嘅分析啦，就係其實一種發泄嚟嘅。我哋好多嘢係其實發泄唔到，咁係用遊行嚟表達我哋嘅意見。嗱，其實香港政府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同民意係脫節嘅。咁佢想香港政府知道個市民點諗，其實好冇乜嘢特別嘅渠道，遊行係一個渠道。咁但係另一方面呢，我亦都覺得係有啲人呢係特登趁住大家有呢個怨氣，有呢個訴求係佢想表達民意，做唔到呢個訴求嚟借題發揮發揮講好多負面嘅嘢，炒起大家嘅怨氣。咁呢樣嘢就唔好有兩個面睇嘅。我本人就覺得遊行係冇問題，係應該支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係政治勢力選舉之前炒起呢個民意，咁我覺得呢個唔應該有。係，其實而家都幾嚴重啊，因為亦都有街坊同我講咧，就係而家有啲媽咪咧，就係叫個仔，你唔好打機啦，做功課啦咁。咁個仔會話：我點解要啊？我而家中意打機，咁阿爸唔得，唔俾打，咁我話罷課，罷做功課，佢話。咁所以你而家睇咧，其實呢一個即係罷課呢個咁嘅聲音咧，其實係真係咧已經係入到幾深入每一個家庭度，令到我哋嘅新嘅一代咧，喐啲又話罷課，喐啲又話唔返學。咁其實咧呢一樣嘢咧，我覺得非常之危險㗎，因為佢絕對可能會影響到咧新嘅一代咧對父母嘅服從性啊。張小姐嗱，國民教育呢樣嘢又唔係話唔好嘅。佢有佢。唔係，我而家唔係同你講國民教育，我而家話俾你聽咧，就係罷課呢個問題。即係其實咧，你睇到咧，其實啲家長好驚㗎。好多家長咧，而家你18歲差唔多絕多，俾我講埋先，唔好意思啊，唔應該罷課㗎啦。你都冇機會俾我。支持罷課，我俾咗好多時間你啊，你講啊。係你回應咗先啦。我國民教育有德育同埋國情一部分，德育嗰部分應該要繼續，但係國情嗰部分就唔應該繼續。總結嘅時候先可以回應啦嚇。咁跟住落嚟咧，就係6號嘅人民力量黃毓民啦，咁佢抽到咧5號民建聯嘅蔣麗芸接受質詢嘅，聽到信號之後咧可以開始發問嘅。嗱，你係講國民教育啦，咁你就即係誤導公眾啦，係咪？又話有啲人會罷課啦，啲學生咁樣出嚟示威又唔啱啦，即係我覺得你呢種講法咧就係即係非常之無知。嗱，即係我當你無知，強烈啲講你係無知。你等陣先，你話無知定無知？無知 ，OK， 因為你喂嗱，你呢個又係人身攻擊喎。我哋呢個論壇咧唔可以人身攻擊㗎。嗱，你要嬲我抽咧，蔣麗芸我一定同你抽 ，OK。嗱，我而家話俾你聽，你愛唔愛國先？
我哋每一個人都愛國你愛咩國啊？你攞住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護照，你愛咩國啊？你愛共產黨啫，你愛咩國啊你？你愛咩國啊你？你愛共產黨係咪啊？你係咪中國人啊？我係中國人，我唔愛共產黨。愛國必須反共。啱啱個問題係我愛唔愛國？大佬啊，你愛咩國啫？你愛國，愛國你就要聲討呢個政權，一黨專政係咪？殘害人民。你而家喺度左兜右兜，幫佢兜咗怪啲細路仔。我唔聽到你怪啲細路仔，我都冇咁興。我話俾你聽。啲細路仔14歲，識行搶街，搞10幾個街站，你差佬去搞佢，啱唔啱啊？係咪先？你民建聯揾啲維園阿伯去搞佢，收晒。冇錢，我話俾你聽。係啦，你個問題係乜嘢咧？追無者。你個問題係咩？我08年講嘅，用到今日呢個金句。呢樣嘢我都撐，我都撐一文喎。呢樣嘢我都撐一文。怪咩細路仔啫？係啊，你咁啲細路仔我冇問題。你可以鬧黃毓民，你可以鬧黃毓民。係啦，等等先。呢個時候我同佢你可以鬧反中亂港，你唔可以鬧啲細路仔。你要嚟蔣麗芸喺電台嘅論壇公開擺明啲小朋友，為我哋嘅社會爭政治。係啦，俾佢回應下先嚇，俾佢回應下先。如果我哋要扣時間嘅嚇，我諗咁樣啦。香港冇一個政黨無恥嘅民政檢聯。我諗你。點解你會講啲咁嘅嘢啊？蔣麗芸。係，咁問俾佢答下先，俾佢答下先，俾佢答。點解關細路仔話罷課啊？你唔好咁激動得唔得啊？黃毓民先生。你夾啲細路仔啊嘛。我唔係夾啲細路仔。正話大家都聽到。有一啲家俾佢答嘅時候，你問我喂大佬呢個論壇你要珍惜個時間，蔣麗芸。雖然你係坐定粒六攞緊鐵票，但係唔應該咁無恥。唔係你唔應該。啲小朋友學民思潮嘅朋友係我哋香港希望，學民思潮嘅朋友係我哋香港希望。你呢個講法係典型嘅民建聯最無恥嘅樣。O K，我要問停一停，俾佢答下先，係唔該係。講啲靚仔我都冇咁興。如果問我哋要抽時間嘅係，我唔識收息嘅，我同你都好熟，冇得傾。唔係我話你原則問題。唔係我只係點可以話啲細路仔啊？你知話罷課嘅話咧，你借題發揮問黃宇軒咪將家長其實而家好關心啊嘛。搞錯啊你真係。關心啊嘛。咪關心同呢個冇嚟拉更喎，而家係咁樣關係啊！家長關心反映呢個問題，但係都好多家長都好關心嘅，係啦，家長關心你為啲細路食食藥，我哋要扣時間嘅，我哋要扣時間，好嗎嚇？我哋扣翻時間嚇。我話俾你聽，佢起碼已經插嘴，起碼要扣咗佢已經10幾秒啦。因為你太離譜。係啊，咪黃毓民你扣時間嘅嚇，所以你係。我覺得，因為咧，其實咧，我啱啱反映緊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家長 OK 嘅關心 OK。咁而家咧，其實咧，你10幾個區嘅家長聯會咧都係反對罷課嘅。點解咧？因為佢哋都唔想。唔係你借題發揮。因為你俾佢答埋先。應該取消國民教育，應該撤銷國民教育，你答我。應唔應該撤銷國民教育？而家呢個咁嘅國民教育。我想話俾你聽，我啱啱反映家長嘅關心啫。好啦，咁啊完咗呢兩位啦嚇，咁跟住落嚟咧就係7號香港關注會嘅林依麗咧就抽到係黃日旭咧就係接受你嘅質詢嘅，咁啊聽到信號之後咧就可以開始啊。黃日旭就我唔識你啦，但係你正話聽到佢哋咁講咧，就話啲小朋友出嚟都遊行示威，蔣麗芸話，咁你覺得佢咁樣批評啲小朋友啱唔啱咧？即係小朋友就冇遊行嘅自由嘅空間㗎啦，咁你覺得阿蔣麗芸講得啱唔啱啊？我諗首先即係小朋友，其實我哋香港人每個人都有一個即係參選，亦都有被選，亦都同時間有集會同埋遊行嘅自由。我諗呢個係基本法賦予嘅人權。而小朋友佢哋去睇到，我哋睇到一班好年輕嘅朋友，亦都係香港嘅未來。佢哋為着呢個國民教育裏面好模糊嘅一啲嘅模式、指引等等。而我自己亦都作為一個家長，我更加係好欣賞佢哋呢種嘅勇氣，同埋佢哋成個組織，亦都甚至乎咧就係我哋睇到佢哋真係好團結。我哋睇到真係呢個就係香港嘅希望同埋未來。所以我會睇到就係蔣小姐去講小朋友嘅情況，我覺得係有一啲真係偏頗，同埋有啲對佢哋唔係咁公平。而同樣地，我哋都睇到成班年青人，佢哋喺網上又好，佢哋喺自己即係睇去策動成個遊行，我哋睇到係全部都係靠佢哋自己嘅力量，同埋佢哋自己嘅組織。最重要就係呢個國民教育嘅問題。我作為家長，我自己都反對呢個洗腦嘅國民教育。如果大家真係睇到裏面一啲嘅指引同埋條例，我諗從唔同嘅傳媒啦，甚至我都聽過毓民講過關於嘅裏面嘅指引嗰個問題。咁其實真係只係唱好共產黨，
唱好呢一個一黨專政點樣好，點樣發展經濟，點樣科技成就等等。我諗真係，如果真係一個嘅全面嘅國民教育，或者一個全面嘅國民同公民德育教育呢，係應該好同埋唔好都應該講。如果係好同埋唔好嘅裏面都講出一個歷史同埋事實嘅時候，我相信好多嘅家長或者好多嘅年青人，佢哋會更加容易接受呢一種真係一種分析嘅教育，亦都係真係學習唔同嘅歷史。我哋唔希望日本一種，我哋反對日本即係將呢個南京大屠殺嘅歷史咧係刪改。點解我哋會認同六四嘅事實會喺一個國情教育裏面係冇提及，甚至只係提及成個國家嘅好嘅一面呢？咁我諗呢一個係我哋都係好擔心，同埋都係即係睇到未來教育係不斷係洗腦嘅情況呢，我對自己嘅小朋友都係存在呢個憂慮同埋一個疑慮。咁所以更加我哋都要行出嚟，同唔單止係年輕人，作為家長、年輕嘅家長新一代，甚至乎我哋嘅父母新一代，都係可以真係為咗呢件事呢係站出嚟反對呢個洗腦嘅國民教育。另外呢，我自己都係好多謝林小姐俾個機會我，即係都可以解釋下，即係我點解可以喺呢一度呢，可以希望可以喺九西裏面可以服務市民，就係希望其實我哋過去我自己喺黃大仙區議會亦都有8年嘅議會經驗，計埋今年第9年，希望有個機會呢，可以呢將個服務擴展到九龍西。而我自己亦都喺呢度土生土長，返教會、成長、讀書等等，讀社工，甚至乎有機會唔知係咪阿黃碧雲教授都有機會係以前都有同佢見過面等等，我係社工當中嘅畢業，咁希望能夠喺呢度，我睇到九西好多嘅舊樓啊、劏房同埋一啲嘅低收入嘅家庭問題，希望喺呢度呢將個服務擴展，可以去幫市民充權，改善佢哋嘅生活政策。多謝大家，我係4號黃海玉，多謝。好啦，時間到啦，唔該晒。跟住就係8號西九新動力嘅梁美芬啦，抽到呢就係7號香港關注組嘅林依麗接受質詢嘅，聽到信號之後呢，可以開始發問嘅。係啊，依麗，我就聽到你講呢，就係外傭啊，好多中產家庭呢係受咗外傭嗰個罪啦，咁啊嚇，受即係好慘。其實我好同意你嘅觀點，因為我落區呢都聽到好多嗰啲有請外傭嘅家庭呢，就係同我哋訴苦嘅。咁呢就而家呢，就呢啲外傭呢，就係爭取緊香港嘅居港權。咁呢就有好多呢啲家庭啊、太太啊，甚至基層啊都好擔憂呢，就係佢哋如果一旦爭取到呢，教育啦、醫療啦、社福啦、房屋啦，都可能呢係會受到影響。咁而呢，我亦都親自聽過呢，公民黨黨魁曾經呢，就係梁家傑喺收音機講，咁佢就話呢，其實呢，你哋又唔使擔心嘅，批咗嗰啲人唔一定嚟嘅，唔一定喜歡住喺香港嘅，你哋使乜驚啊咁樣？咁呢，當時呢，我係聽住個收音機，我就好詫異，我想聽下依麗點講，點樣睇呢個問題，點樣處理外傭居港權？時間到啦嚇，外傭居港權嗰度已經否決咗啦，你仲問嚇？我就想問翻你一樣嘢呢，你話你關注。你點樣關注啲香港僱主啊？我想問你呢，上一次選舉呢，我話包二奶關於四姨太嗰度應唔應該俾佢受勳呢？做咗主席，你話我當選咗之後呢，我一定會關注，但係到而家呢，你答都冇答過，問都冇問過，覆都冇覆過，你點樣關注？你而家呃緊香港市民喎？阿依麗好關心呢一個包二奶嘅問題，我亦都好相信好多婦女呢，呢個問題好重要。如果依麗有真係睇我立法會，喺我入咗立法會冇幾耐，我哋一個爭議最大嘅問題就係咪維護一夫一妻制嘅家庭價值，亦都係一個相當爭議性嘅問題。我係其中一個呢，係堅持呢，堅持一夫一妻制呢。你成日呢，一提到個四字呢，係一提到個四字呢，四姨太嘅四字呢，佢就避開㗎啦。唔係避開，係咪民主黨啊何俊仁啊？係咪何俊仁你個主席俾人打過之後呢，就所有立法會議員呢，冇一個夠膽提個四字，民四就識變。咁啊關於阿梁美芬呢，嗱而家由2008年選到而家，佢都未正面答過四字出嚟俾我聽。佢今年如果當選，配票㗎，佢一定當選㗎，我話俾你聽，因為有17萬選民呢，已經自動去咗email 嗰度喎，轉咗去 email 喎。
我唔知呢17萬係咪中咗票俾阿蔣麗芸同阿梁美芬。梁美芬，你答我個4字啦，四姨太，你會點樣？會唔會受分？會唔會向梁振英反映？係唔應該受分？點樣講國民教育啊？點樣教下一代啊？我問你。我一直支持。你支持乜用啊？你要俾我4字到而家都唔講。你喺度而家，唔該你講個4字。主持請。我而家唔係話6-4喎。主持。我冇講6-4喎。嗱，依嚟，你話人中票係一個好嚴重嘅指控。如果你查出嚟嘅中票，係我查出嚟㗎。如果你有資料咧，我歡迎你更加應該去報警嚴懲。但係如果你警方權力過大，你唔好講警方。如果你因為警方我先出嚟選啊，我善意提醒咧，你話人中票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咧，嗰個係一個嚴重嘅誹謗嚟㗎。有乜辦法？機會你可以收翻。有乜辦法啊？你講其他人，我唔會出聲。頭先佢指明蔣麗芸同埋我本人，所以咧我係希望我俾人機會你，我冇話你中喎。所以咧，你要澄清，你要澄清，我歡迎你咁樣搞法。好啦，時間到咗啦，時間到咗，係時間到咗，係時間到咗，係啦。嘅時候再回應啊嚇。係啊，咁咧就嚟，好啦，時間到咗，咁咧就差唔多9點半啦。咁我哋咧講翻，即係聽完新聞之後咧，我哋會繼續正經星期六西九龍咧嘅直選論壇。不過提一提大家啦，我哋必須要遵守規則，因為我哋有5場嘅論壇。如果我哋嘅規則唔一樣嘅話，其實將會導致一個結構性嘅問題。所以務必請大家只係喺接受質詢同埋提問質詢嘅人喺限定嘅時間裏面發言，否則我哋必須要扣時間，咁先可以維持公平性嘅。咁請大家咧留意啦嚇，唔該晒。